件事情非常不该。第一个就是这种官场陋习，早就该改啊！我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人在机场服务。我自己多次送女儿接女儿，都是我们自己，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种单位。那这种单位，这种还要接待什么官员，甚至于他的家人、什么孩子，这都非常不该。这个应该痛改，而且立刻改。另外，这个官员看起来，晚会我们这么再三要求防疫要到位，他自己本身不但知道孩子的状况，孩子没有到位，他也没有到位，还到立法院，还在部里开会，这样影响实在重大。这一方面的错，那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，我们觉得非常不该。交通部已经明快处理。